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今早起会当伫遮甲大家来分享上帝话，也感谢主。虽然面对即个疫情，咱犹原会当伫线顶，来伫面前做伙来敬拜主祭。伫顶礼拜的讲道中，老牧师毋通来分享上帝对所罗门所赏赐的。伊问所罗门讲：“你爱我赏赐你甚物？通对我求？”所罗门就应讲：“求你赏赐你的奴仆智慧的心，通判断你的变性，来分别好甲歹。”然后伫礼拜三的时阵，伫北克的圣经学堂咧分组讨论的时，牧师佫带来一项，互咱会当真深来思考的问题，就是咱如果咱是所罗门，咱会问上帝来求甚物？当我咧思考即个问题的时阵，互我想起着，伫我细汉的时阵，我开始咧学习要安怎祈祷。我毋知影要安怎祈祷，也毋知影要问上帝来求甚物，所以我就学即个所罗门，我问上帝来求，甲伊有共款的智慧。但当我慢慢大汉，去经验着愈来愈多的代志，我发现着，我问上帝所求的物件也愈来愈多。但是这敢是我真正有需要，还是讲这敢会当真正来满足着我的心？要求甚物，这会当互咱得到真正的需要，这真重要。另外一方面，咱爱问谁来求，也同款重要。伫咱人的生活过程，有真侪代志是咱无伫计划内面的。当咱去面对着一个真大的困难，还是挑战的时阵，你第一个会去追求谁会斗相共？有可能咱会去想讲要找朋友来甲你帮忙，也有可能你会敲电话去联络真有背景的人来甲你斗相共，也有可能咱会靠家己的能力来处理咱所面对着的问题。但咱会看今早起的经节，伫这个故事内面，这个富人人，伊共款面对着一个真大的困难。伊是先伫学生的某，但是伊的翁已经过世，这表示讲伊厝内失去一个真大的经济来源。除了安尼，因兜佫欠人钱，伫到讨小的人来到因厝内，要将因两个后生掠去做奴仆来行孝。即款的重担，对即个富人人来讲，是伊无法度去承担的，是伊担袂起的。即款的处境内面，互人看见着是绝望。但是伫走投无路的时阵，伊找着先知以利沙5年来求，伊希望讲以利沙会当互伊帮助，因为伊知影，即个以利沙伊是先知，即个以利沙是上帝的奴仆，伊相信透过以利沙会当得到上帝的帮助。伊来问以利沙表明伊所拄着的困难，这时以利沙听了伊的困难，就问伊讲：“我通为你做甚物？你甲我讲，你厝内有甚物？我通为你做甚物？”即句话伫圣经内底捌出现2摆，一届是伫今早起的经节，另外一届是出现伫路加福音18章41节。伫福音书内面，即句话是耶稣对一个看袂见的人来所讲的。耶稣问伊讲：“我通为你做甚物？”看袂见的迄个人就讲：“主啊，我要爱看见。”伊知影伊上需要的是甚物？是看见，毋是钱，毋是钱，也毋是啥物有厝有车，拢毋是。伊需要看见。
我想，咱要求什么，甲毋想来求，这两项是一体两面，欠一项拢袂使。有一届，伫我咧看美国的电影的时阵，影片，我伫这个影片内底去了解到一项物件，毋知人敢知，敢有听过，叫做蓖麻毒素的毒。电影内面的这个杀手呢，伊就是透过这个毒来去暗杀别人。啊，这个毒为什么真特别？因为呢，伊会互中毒的人伫6点钟内面出现发烧、酷嗽、呼吸困难、腹肚痛，有一点像阮即摆所惊吓的这个武汉肺炎。这个中毒的情形出现的时阵，最后会因为欠水、脱水、器官衰竭，然后呢死去。但因为这中毒的状况呢，甲真侪破病的情形真实，所以互别人真歹去发现着讲，我是中毒。纵使这个毒是有解药，但是因为真歹去发现，所以中毒的人也真歹得救。这个富人人伊所拄着的这个困难，就亲像中毒的人共款。伊唯一的解药，就是透过上帝来甲伊斗相共。伊如果无了解到家己的正头，只有上帝能救伊，伊就无通得救。所以省察家己，明白家己，了解家己真正的迄项需要，是非常重要的功课。因为安尼，咱才会知影。伫咱的生命内面，真正需要的帮助是啥物？以及要对倒位来？123问，这个富人人，我通为你做啥物？你厝内有啥物？这个富人人伊讲，我厝内除了一罐药，啥物拢无，就干那一罐药。123，你去你的厝边照空的器具，毋通照，转去到厝里，将门关起来。你甲你的囝要伫内面倒药，倒满所有的器具，倒满放一边。怎样123面对这个富人人，伊来甲伊救伊斗3工，佮是这个123的回应，是叫伊去照器具，而且莫照，然后甲伊倒位。123哪会无爱直接对伊的口袋内底摕伊需要的钱互伊？这是一个真奇怪的代志。怎样爱经过这个复杂过程？但是富人人伊嘛无问讲123，为怎样爱去照这个器具啊？我着一罐油尔，伊哪会无去想这？虽然伫咱看起来这是真无科学。但咱会看到，这个富人人伊无枵呢，伊听见123对伊的吩咐，伊就去做。对富人人照器具的这个行为内面，会当看见着2项事。第一项事是，这个富人人伊做人是成功的，因为虽然伊欠人钱，但是人还是愿意来甲伊斗相共，照伊器具。第二项是，伊对上帝是有信心的，因为这真侪的器具来装油。伫最后，这油既然做甲会当还伊所欠的，而且佮教伊来活以后的生活。上帝予这个富人人的努力，真做一个承认。上帝无因为这个富人人有困难，就直接帮助伊。上帝透过伊家己的努力，上帝透过这个富人人伊家己的努力，来予伊经验到上帝的心意。咱如果用我来予伊救伊就会马上实现咱所求。安尼，毋是甲伊当作是一个神灯精灵共款吗？我相信咱对这个生业的发生甲生业本身有真大的好奇。到底怎样有生业？到底生业是安怎发现的？也真希望讲，这个会当发生伫这个时代，这个咱家己身上。
当爱看见到这个事情发生，一定需要信心。但是，咱拢知影这个道理的时阵，我要问：啊，这个信心，这个信心到底是啥物？有一届，伫即个社青聚会，也就是东门教会社青聚会，伫咧讨论一个问题，叫做信心。什么是信心？啊，有足侪讲法，有对圣经来讲的啊，有对人的感受来讲，等等，有足侪经验。但是我真印象真深，无需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信心，这是一种说明，一种比喻啦。就是讲，老师讲，信心就亲像一个故事共款，伊亲像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有开始，嘛有结束，伊是有起承转合的，所以伊毋是马上发生，伊是有一个缘由的，无错。咱透过这段信心的这个故事甲功课，伫每一届的选择中间，咱每一届的反省中间，拢继续坚持来选择，相信上帝为咱有安排。无因为拄着困难就失落，嘛无因为软弱就放弃滚退。伫最后，咱就会发现，其实满足咱的，毋是生业伊的本身啊，满足咱是敬仰着上帝甲咱伫。有一部电影，毋知咱有看无，叫做国语叫做《冒牌天神》。嘛有翻译讲叫做《王牌天神》，这是伫2003年所拍一个美国的电影，内底所主演的是真有名的金凯瑞，伊是主角。伫这故事内面有一个我用简单的方法来讲，伫这故事内面，因为伊的生活过了真无顺利，拄着困难，所以伊就开始咧埋怨上帝，讲上帝安那拄安那，我若是上帝啊，我若是上帝。但是上帝既然听起伊的埋怨，然后去找伊，并且将伊上帝将伊上帝这个身份，互伊共款有上帝的能力。但是呢，伊嘛共款来处理这世间上所有的人拄着的问题甲祈祷。一开始伊发现到伊家己有上帝的能力的时阵伊非常欢喜。但也是因为伊是上帝伊会听见着这世界所有人的祈祷。这个祈祷的声音，互伊感觉真烦，因为无听过，所以伊就归去用这个上帝互伊的这个上帝的能力，互全世界的人对打到以后所有的祈祷拢正，听起来感觉袂歹。伫这故事最后有一幕，互我印象真深。就是所有祈祷讲会当着即个乐透彩头奖的人拢中，但所有的人拢摕着17块尔。电影用一个真趣味的方式，互看伊的人、看电影的人去想讲，其实人甲上帝真正有足大的差别，也互咱去思考讲。满足人的需要，敢一定会当互人的生命得到提升。所以123咧吩咐妇人人转去到厝里，将门关起来的时阵，我想这是因为这个经验是属于这位妇人人的，因为共款的生命却无一定带互共款的人，所有的人共款的体验。伫无共款的体验内面，对这个妇人人来讲，这个生命带来一个稳定，互伊感受到上帝甲伊同在，拯救伊。但对别人来讲呢，可能是体验到一个哇倒袂了的油会当大趁钱，是充满利益甲私欲，为着要满足家己。毋知影当咱去听着讲，有人对咱讲。我通为你做啥物？会是
的时阵，咱会想啥物？那如果讲别人是你对别人讲，那换做是你对别人讲，我通为你做啥物？即是咱所挖靠的，到底是啥？是你本身，还是上帝的带领？咱拢知影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吼，教会门拢是关起来。除非有先敲电话来通知，无门拢是关起来。但是伫顶礼拜拜二的时阵，我甲教会干事以及牧师伫办公室内底咧无闲，到尾我5点的时阵，5点就是阮离开办公室去食饭的时阵。伫迄个时阵，有人敲电话入来，伊讲有一个人，毋是伊，有一个人，伊要入来。啊，干事就问伊讲，啊是啥？啊，讲话迄个人就讲吼，是边仔有一个人吼，伊嘛无熟识，啊，甲伊借电话，讲要入来。啊，干事就互伊入来。干事看到伊入来了，来关心，问伊讲，为啥物当为你做安尼？这个人就开始嘀嘀嘟嘟会讲，因为伊拄着困难，需要帮忙安尼。啊，需要啥物帮忙？伊需要借教会大一人。因为伊伫心楼挂号挂迄个精神科，明仔载才会当看病。但阮听着这会解说的时候，感觉真奇怪。为什么伊今仔日挂号，啊明仔载才会当去看医生？但是干事嘛无甲伊讲伊，阮的想法就讲甲伊讲，阮教会无法度提供即种帮忙，但是伊无放弃。伊继续不断的讲，伊无离开，伊继续不断的讲，我需要帮忙啊，甲我斗相共安尼，甲我斗相共，不断的讲。所以干事就想讲，无甲伊帮伊敲电话去联络，有啥物单位会当帮忙着伊。一开始敲1999，嘛有敲警察局等等的服务单位。但是呢，到最后，阮找袂到任何会当帮助伊的单位。有可能是阮无找到。嘛有可能是伊本身的条件无符合，我毋知影。但差不多讲来讲去，已经到一个时间，是干事拢爱下班的时间啊。我想讲，无拄好我来讲好，因为我住伫楼顶，较闲啊。我就想讲，无我甲伊讲，让互干事拢转去休。这个时阵，牧师就对伊办公室出来，这个人看见牧师突然间感觉牧师安尼有可能牧师当家斗相共，阮无法度，但是牧师会当，伊就去找牧师，甲牧师讲共款的内容、共款的问题、共款的需要。然后牧师嘛当然嘛是甲伊讲，无提供即种帮助，因为这会做麻烦。到尾这个人，伊听了真正大家拢无法度互伊大一暗了，伊就甲牧师讲，安尼牧师，甲会当互我1000块呢？该人借我1000块，互我去找所在住。我想教会是无法度提供即种帮忙，不管是大还是1000块，这是啥物原因？第一如果以后如果讲今仔日帮助这个人，明仔载是毋是爱帮助愈来愈侪？这是一个思考。第二项是讲，今仔牧师若摕1000块出来，是毋是以后？牧师拢爱继续摕这1000块出来，安尼牧师一定会宣布破产，一定会，亲像 ATM 共款，来就有伫迄个时阵，我想讲，应该互牧师先离开，因为迄个时阵差不多要5点半，牧师厝内阁有牧师娘甲恁仔等伊食饭，但是我一个人尔，较肉紧，我就讲无我甲伊讲，牧师离开后，我甲伊讲阁一段。我想要找到一个方法一个会当家斗相共，但是我袂有负担的方法，袂讲负担袂起安尼。我嘛想要互伊得到帮助伊袂感觉有负担，扛袂起。我一直咧想，我有啥物办法？最后我想，我可能无法度互伊1000块，我嘛无法度互伊住遮呢。
安尼，我就甲伊讲，我会当为你做的，只有一项事，就是带你去食一顿饭，啉一杯凉的，互你20箍坐公车到火车站，互你200箍应付明仔载啥的，就安尼尔。这是我经济顶悬、经济上会当为伊做。伊听着讲有饭会当食，伊突然间变诚做好讲话，哦，就无想要讲要大，无想讲1000箍拢免，有饭就好。最后我就带伊出去教会，行出去。这个代志到这结束。当我送伊出去摕饭互伊了，我转去到楼顶咧歇困的时阵，我心内一直咧想讲，奇怪，怎样我袂当满足伊的需要？我了解，现实有真侪限制，嘛有真侪爱考虑的。我也对家己讲哦，你已经做真侪啊，你已经做真侪啊。但是我心内无平安，一直到我写一个讲道片的时阵，我对今早起的经验得一个反省。如果是我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听见有人对我讲哦，我会当为你做啥物？我有啥物反应？那如果是我看见别人有困难，我要甲伊斗相共，我对伊讲，我通为你做啥物的时阵，我会有啥物反应？当有人会当甲我斗相共的时阵哦，也真正帮助着我哦。但是我要问，若是任何人，伫即个经验内面，咱对即个帮助的看法是啥物？即个帮助是对人来的，还是对上帝来的？我想，当即个富人人伊手中的迄罐油倒甲停的时阵，即个富人人的心思意念都无搁停留伫即个油顶悬啊。伫迄个时阵，伊得到的是真正的满足，因为伊会当欣赏，佮会当过伊的生活。伊经验到的毋是搁是迄罐油倒袂了，伊经验到的是上帝伫即个过程内底所赏赐伊的一切。迄罐油就是一个帮助，伊只是帮助人去经验到上帝的一个工具。但是，却毋是上帝伊本身啊。当即个富人人来找伊丽莎的时阵，伊丽莎敢是我靠家己？阮对经文今节会当来看到。伊丽莎其实伊就出一支喙尔，伊用讲的尔。伊叫伊去借器具，莫借，转去厝里将门关起来，将油倒出来，倒了伊放一个。伊讲这话，然后呢？伊丽莎到伫边仔继续咧看伊需要啥物，甲伊斗相共，祈祷等等的。伫即个过程内底，伊丽莎并无去甲即个富人人做伙，因为当即个油倒满的时阵，富人人伊佫走去甲伊丽莎讲，已经发生即个代志，啊安那拄安那，所以伊丽莎无伫个身躯边。我想，当我面对着即个来教会要寻求帮助的兄弟的时阵，伫迄个时阵哦，我挖靠的毋是上帝，是我家己。我想讲我家己会当为伊做啥物，但是事实上我袂当为伊做啥物，因为人总是有限制。我唯一会当做的，就是带伊祈祷，然后呢，互伊本身去经验着上帝对伊的安排甲同在。我通为你做啥物？互人看见着，人总是有欠缺软弱，也互人看见着，家己所拥有的有啥物？我通为你做啥物？互咱明白，靠伫人所得到的，总是有限的帮助，真正会当互咱得到生命提升的，甲内面得到满足，外口得到富足。是对上帝遐来的帮助。我通为你做啥物？互咱经验到，上帝为咱所安排的事，要人伫信心的故事内面去经验到上帝甲咱伫着。圣约是一个记号，
但毋是信仰道路所追求的结论。我通为你做啥物？互咱一个提醒，毋通袂记你应该要倚靠上帝去做，毋是家己的才能，因为借着上帝来行的好事，别人要伫这中间来经验着上帝。愿上帝话当成做咱的帮助，引带咱，坚固咱的信心，互咱对软弱变刚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